位真系大家早安。老师早安。然后呢，希望咱上课一日做事的方式，咱就是准时了，就是交代代志、代志，以及咱老一年的提醒奉献，一年的陪伴，以及咱各位点分数的在然后呢，今仔咱提请甲咱各位真系来学习咱今仔个历年的第36种微明种。是这样串吼，因为较多伊咱逐日讲好前的有这个题，好想想讲，即摆要有只冲过来，要有只走过来吼，而家上顿一个讲啦，干脆有只冲过来较紧啦吼，冲来冲来，冲来冲去敢会穿，所以先感觉冲过，向北海要讲啥拢讲去啦，感觉就这个情形，突然间就脑袋一片空白，敢会？所以浅敢会？好像感觉上天很足微妙的啦吼，有时感觉家己准备好啊，结果呢，人讲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个时阵咱的心家己安怎？是不是咱拢来调调？这个我自己嘛甲你讲，咱心内会清净，心爱会安定，爱会安住。但是当着的时阵，咱敢有安住？下趟吼，嘛下趟毋是讲咱下趟你问家己啊吼，下趟就发现讲，安住这个心，听起来有简单，但你听久嘛感觉拢真清楚。但是当着的时阵呢，迄个讲的心嘛，讲的心，就咱像咱今仔要学习的，就较甲微妙，甲听做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做柔弱，一个叫做刚强。当咱开始当着咱迄个刚强，咱开始咧赶讲吼，啊，咧紧张咧讲咧冲的心嘛，迄个是刚强的心嘛。想要去正线上，这个现在拥有不可预测，突然间不太一样的状态，你会想要赶快去控制状态。各位先生甲别人咧，当状况失势的时阵，你会想去控制迄个情绪。就他大部分拢想要甲控制啦，就他来，所以就他不断的是用较刚强，就是硬要去甲伊扭转乾坤，硬要甲拗过来，迄个是真家己安尼要去甲伊刚强起来。就他头一听起来，他看着咱两个吼，柔弱甲刚强。就他是爱用技巧，可其实也表面看还袂清楚啊吼，看技巧嘛，技巧是硬的啦，是软的。对啊，但是即摆铁桥拢来做软的，铁桥是咱要做铁啊，因为是后袂长，较耐用。搁有就是物件烧，有时咱即摆塑胶的是诚久着烧伊就容易会坏去，啊是柴的容易会烧去，铁啊会铁啊毋惊火，吼，所以讲真金不怕火来炼，吼，咱真诶嘛拢甲咱注意，咱即个修行的心嘛。咱就爱真金不怕火焰，是不是同款？但是咱来想哦，这个再怎么刚强的物质外表外体，其实咱甲想内面敢有灯伫内面，内面敢有灯，一支铁啊笑，就较找到这个道，就较感觉真满意，因为这个铁笑是直的还是弯的？弯。各位先生想哪会当弯？你是不是内面有伊的软硬度？伊当作是咧设计的时阵，互伊会当安那，会当弯，吼，会当直。伊是笑哦，伊会当弯，会当直。好像敢是讲，咱咧修炼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咱即个心哦，拢去忽略了伊迄个弯，迄个弯内面就是长啊。咱像咱咧讲一个凹仔内面，咱刀伊若是无甲，咱即个凹仔伊若无迄个空心，才会当底水。无迄个空心是水袂入去，伊就是一块灰啊，一块石头。对咱来讲，伊啥敢有迄个空心？迄个空心的内面嘛是长。咱人嘛共款哦，咱拢感觉咱即个人足重要。咱的想法，咱大部分的想法，就开始甲咱影响的，伫遐冲伫遐讲，用紧张的时阵，其实紧张足久啊，是较拄紧张啦吼。
啊，紧张加上紧张叫做啥？更紧张。喺愈紧张的时阵吼，就很容易你就会出错。愈紧张会愈容易出错哦，啊，但是愈容易出错，你就会感觉啊，你会感觉这紧张的过程你就袂紧张啊嘛。若出错了是毋是更愈紧张？啊，这种心情，就较家己感受讲伫咱办的过程当中，咱拢定定讲遐忽略了吼，拢去甲袂记的，去甲拍记的，咱内面有一个就是本体。像你头拄我所你甲咱讲，咱有一个当是咱的本体，咱用伫个天叫做地理吼，用伫地叫做地理吼，啊用伫咱人的，咱人就咱这人的人性，所以人讲性在，吼人在，啊性去，这个自性灵本体出去啊咧，无去啊，啊咱常常袂记的，咱拢感觉咱是实的。实心的啦，就感觉咱真公用作用，咱想要公用要冲，想要做啥，拢感觉家己会当写干了。但是敢有可能，总是伫有一寡，若讲因缘已经成熟，变成一个结果啦。你已经袂当去控制的时阵，你会去发现讲，其实真侪代志毋是咱一支手安尼人会了的。真侪真理道理总是伫已经表现到尾啊，人讲的为。源头到尾已经成了一个结果啦。人讲种花得果，啊种豆得豆。你已经是成一个果仔，你才会发现讲，哦，原来我种了一粒豆仔，种了一粒什么水果，你所做的行为模式，所以已经种做一个成果去啊。所以你看目前敢有上天。知影或许其实或许已经紧张几日啦。头拄我已经讲毋是，嘛毋是几日啦，已经紧张几个月啊。前前届感觉只讲或许安尼，敢有遮够紧张啊？搁前前届像或许遮够紧张，做者前前讲你地啦，你地啦。搁前前咱拢用咱的角度咧看，别人讲地甲地，敢是？或许嘛感觉各位前前拢足稳的，或许是听而且就感觉上咧足紧张，足紧张。咱甲想象讲，迄红年仔出世无穿衫，啊一出世伊第一件代志是啥？规暗有心跳，砰砰砰砰，啊搁有着咱的羊水伫迄胎盘内面是慢慢有水，啊水就是会做温暖的嘛，温度会做柔软，啊伊用离开这个母体了，拢无穿衫会安那？会寒啊，无迄个羊水甲保护，无迄个咱迄个胚胎甲保护掉的，啊，佮迄光线做插白的，本来是一个足舒适的，不暗不亮，也袂对于小 baby 来讲，婴儿是暗的啦，是暗的啦，伊伫内面没有那么刺眼的光芒嘛，啊，一出世是刺眼的光芒，所以囡仔第一件代志就是哇，大声吼，因为伊感觉无共款。惊恐，它那个柔软出来要借由那个哭声，让它整个细胞要刚强起来。所以脑医学靠医学背景来前线咱想一下，是毋是囡仔出世若无好，医务人员拢想一个办法，通伊个鼻仔、耳仔、规身躯喙拢甲通风的，啊，即摆了叫安那？为伊个屁股后壁，硬啊，啊是硬搓，一直安尼甲为着要互伊安那耗出来，啊，迄个卵就是才会公中才会发出来，搁前人敢有想过啊？迄个强若无发出来，这个生命就没有力，没有生命力，像咱像一支树，这支树假使若做袂成功，伊就软趴趴，伊就变变个树，是安那伊会当软会当变，这才叫龙灯。啊，咱小 baby 嘛共款的道理，各位前人，咱嘛是共款的道理，所以。明明从第36章，然后在学习的过程，然后怎么讲？对家己检视自己啦，然后去回头检视自己。咱敢真正有去利用咱生命，咱上天这个道感的，有天这身躯顶，咱敢真正好好去甲体会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咱有真正顺着上天垂下，咱讲垂下啦吼，迄个像。咱迄个表象，
迄个轨迹，咱有到底去来看。比如，咱拢注伫咱诶本文内面，咱先来，然后看，咱先来看本文吼，拢注伫即种诶本文内面讲，将用虚字必讲定字，将用足字必讲定字，将用贵字必讲虚字，将个短字必讲义字，是为利言，吼，人欲性高强，其不可脱于冤，吼，啊不念冤啊冤啊吼，或许这字有一点比较不好意思吼，来我国之利其不可以行啊吼，然后做差，其实其他迄两代念三个念，标准，啊为什